海外最多人講粵語嘅地方一定係馬來西亞。我上個月去馬來西亞出差，一落飛機開始講粵語啦。接我哋嘅的士司機呢，佢識講廣府話嘅，原來佢祖籍就係廣東人，佢仲睇過我哋視頻，仲同我影咗相添。喂，原來馬來西亞760萬華人，好多都係廣東人後代。我媽媽係廣東生活，似我同我媽媽細個，我出世就係講廣府話噶啦。夠唔夠啦？我問條路嘅話，都係講廣府話。識講粵語真係可以打橫行。喂，咁馬來西亞仲有好多潮汕、客家、福建、海南人嘅後代，佢哋都識講粵語嘅喎。佢哋從邊度學翻嚟㗎？我睇 TVB 嘛，我睇 TVB 嘛。唔怪之得 TVB 年年都會頒一個獎啊，叫做馬來西亞最喜愛的 TVB 男女主角，所以佢影響力好大啊！好似梁靜茹啦、楊紫瓊啦、光良啦，個個都識得講粵語嘅喎。而且馬來西亞每年仲有好多原創嘅粵語歌添。點解馬來西亞嘅粵語文化傳承得咁好呢？得益於佢哋保留咗中文教育，當地叫華文教育。呢度要提一位老先生林連玉，佢係中國福建人，100年前去咗馬來西亞嗰度做中文老師。喺抗日戰爭之後呢，馬來西亞當局係打壓華文教育，要關停華文學校，逼華人嘅後代唔准學中文啊，個個都要學英文同埋馬來文。呢位林老先生知道之後呢，就挺身而出，疾聲高呼啊，用自己嘅努力將華文教育保持咗落嚟。但係佢自己呢，就受到當局嘅打壓，當局係吊銷咗佢嘅教師證，剝奪咗佢嘅公民權利，到老年佢係一貧如洗。但係佢嘅精神呢，卻影響咗幾代嘅馬來西亞華人。佢講出2句說話：文化係民族嘅靈魂，而學校係民族嘅文化堡壘。所以到今日為止，馬來西亞華人雖然佢哋國籍係馬來西亞，但係佢哋都有一顆中國心。